選擇功課，查看題目要求。點擊去寫作文，可以打字，亦可以影相上載作文。開始拍攝並儲存滿意相片。同樣步驟，如此類推，拍攝所有頁數。最後點擊右上角完成拍攝，再次檢查相片，確認無誤後點擊完成。我哋亦都可以直接上傳相片，選擇所需相片，平台即會自動識別並提取文本，檢查提取文本是否有錯漏，確認無誤後提交。等待各項精進分析，大概30秒。我哋先睇文句改善部分。AI 會獲出有改善空間嘅句子，智能認識並解釋原因。我哋再嚟睇評核與反饋部分。我哋可以見到 AI 會依照預設評改準則自動完成評分，並且針對內容、表達、結構各部分，全方位提供具體評語及建議，讓每一次寫作都可以有效提升寫作能力。再者係基於原有文章創作嘅個人化範文，保留原意嘅同時提供進階示範。